上届备忘录带动股市大起，台股抢来到47871点，台积电一点嘛已经是2580块，拢总起100块。高雄一个查甫人骑乌托邦摇来海去，确定是有食毒，嘛因为已经是第3届啊，除了是开单以外，嘛踩着羁押。美国甲伊朗6月2日伫瑞士展开头一轮谈判，双方一句来一句去，加在有可能60天内达成最后的协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玲。先来看美国甲伊朗伫6月2日的时阵，伫瑞士来展开头一轮的谈判。这川普是讲，若准伊朗无通好约束这个真主党，安尼美军就会来发动空袭，甚至佫会考虑重新来管控荷姆兹海峡。结果这伊朗一个听到是真不满，就爱美国讲话就爱较犀利咧。加在这落尾呢，双方是有成立高层级的委员会，确认伫60天内会达成最后的协议。美国甲伊朗代表团21日伫瑞士进行外界正注目的高层谈判，不一个会场外口会有美说是正重。Well, first of all, we've seen great progress over the last just couple of days in ensuring that the ceasefire holds in Lebanon. These things are always a little bit messy. 美国总统川普伫谈判迄当讲铺文，呛声若伊朗阁唔阻止真主党，美军会进行更较强的轰炸。川普甚至威胁要军事接管荷姆兹海峡，阁要加收通行费。消息一出来，国际油价随对咧大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嘛发布战机巡逻影片等军事能力。美方强硬行为，和伊朗代表团暂时停止会谈。بیش از همه مورد تاکید قرار گرفت و طبیعتاً اگر در خصوص لبنان که یکی از جبهه‌های اصلی است که باید خاتمه جنگ در اون اعلام بشود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د حتما موضوعات بعدی مورد مذاکره قرار نخواهد گرفت. 伊朗代表强硬反击，被美国讲话较细致咧，佮强调伫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動進程，談判無法度切入重點。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雖講以色列範圍會持續駐軍，不過喺卡達甲巴基斯坦的超斥之下，美伊雙方將基本也是點定啦，繼續談判。That says to the people of Iran that if your leadership is willing to give up being a driver of regional instability, if they are willing to give up nuclear weapons ambitions for the long term, the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lling to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at country. 巴基斯坦甲卡達隨後發表聲明，講美伊談判有具體進展，雙方同意成立高層級委員會，目標是伫60天以內達成最終協議，將對荷姆茲海峽嘛建立溝通熱線，確保商船通行的安全。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基會談了鋪文表示，伊朗伫石油出口甲解除資產凍結方面有進展，接落來會交予技術小組繼續甲美方談判。坎坎坷坷，美伊第一輪談判總算是順利落幕。公司新聞4派選朋友。另外一場是羅俄戰爭，這烏克蘭呢是來出動無人機，成功甲克里米亞這油庫甲放互海去，也甲雷達站甲創互歹去，攏總是造成4個人死亡，28個人受傷。這場攻擊呢也來展現無人機這戰場的優勢，降歹羅西亞的經濟命脈，逼迫普丁重新擱轉來談判。烏克蘭無人機部隊指揮官布羅夫透過鐵路權發布影片，顯示羅西亞控制克里米亞克赤一個油庫碼頭起防攻擊，另外克里米亞庫羅爾特內一個雷達站嘛正做攻擊的目標。烏克蘭這禮拜6禮拜對克里米亞發動大規模無人機的攻擊，另外克拉斯諾達沿海咧送燃料的設施嘛起防攻擊，至少1個人死亡。多輪的服務嘛捌斷過一群。烏克蘭這幾禮拜對能源設施也有羅西亞油罐車做無人機的攻擊，至少克里米亞出現2014年起用併吞以來上屆嚴格燃料限制措施，當地加油站已經無限期停止賣油予非國營企業，也有老百姓。Уважаемые крымчане, с 9:00 на крымских АЗС отпуск топлива за наличный и безналичный расчет и за талоны юридическим и физическим лицам будет прекращен. Топливо будет отпускаться только служба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службам, которые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жизне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еспублики Крым. 克里米亞西反保持的加油站，因為無要賣油，所以這真正無幾隻網，加袂到油的民眾嘛非常的無奈。Да как, будем 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ся по обстановке, надо будет пешочком походим.
Всег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будем меньше ездить, пересядем 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на велосипед, пешком. KTVR 是到西亚乌海舰队的本营，嘛是热天大家真爱去佚佗的所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是象征到西亚的能源设施，自3月到今已经直直拍到西亚的燃油厂至少20外摆。那乌军这波的攻势，目的就是为着要斩断到西亚前线作战的能力，打击因燃料的出口，甲因趁钱的这条路甲斩获断。毋过安尼做一定会互到西亚发动新一波的报复。乌克兰的前线拍甲热扑扑，那伫后壁的首都几乎是展现公民社会沦陷的生命力。有5000多人徛上街仔头参加几乎冬季的骄傲游行，大声喊讲希望伫咧战时的乌克兰会使争取兵权，互同性伴侣的关系会当合法。虽然现场有出现一寡反对的人来抗议，也毋过活动上后壁是和平来结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好，来看这政治局势也来影响到经济。美伊是来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是带动股市大起，韩国甲日本拢起真济。那台股呢，今仔日是搁较冲来到47871点，台积电即马已经是2510块，拢总是起100块啊。那联电呢是起到真棒，了达是显示讲这民众对台股乐观的指数呢是有54.5，这个数字是创历史新高。美国伊朗签备忘录了后，美国顶礼拜是收红，拜日亚洲股市开盘起的趋势犹阁伫咧继续。韩国综合股为乌变红，早盘阁要起超过2%。日本股市是伫咧7万点顶头徛在在，早盘阁起超过1000点。台股阁写历史新高的纪录，盘中上悬约有47871点，起超过1004点。挑战48000点，资金呢持续流向 AI 半导体的一个股票，美光股价再创新高，台积电 ADR 也大涨创高，所以今天呢台股重新开盘之后补涨。台股强强滚，除了美国收红，国内的晶圆大厂嘛贡献足济。拜一台积电股价阁变新高，上悬2510块，起100块。亚那联电是起真棒，来到106块。其他像讲记忆体表现嘛真强，华邦电起超过3%，南马科起超过9%。虽然股市是真乐观，毋过有法人就提醒，美的停火协议有进展，毋过后边会安怎行，要是会影响到市场的行情。油价的能不能够像布兰特原油能不能够回跌到70块钱左右？美光的财报以及呢辉达的股东会都要在这个礼拜举行，那可能对股市呢会造成一些的影响。虽然讲中东的局势可能有改变，毋过国民信心是满。根据国泰金公布，6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报告，有关于49.6%的民众想要甲定期存款解除，换做用现金来买台股。也那民众对台股的乐观指数嘛爬起哩54.5，风险偏好指数调起哩40.6，拢是变历史新高的纪录。居高思维，所以他觉得现在呢可能不是好的买点，而是卖点。他或许在等未来如果有比较大幅度的修正，那他再重新进场。不止个，台股伫咧5日节了后，无短足的迹象，电道个冲破47000点，毋过专家就呼吁国际情势要是有变数，呼吁投资人就要谨慎细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桩交通事故，这是今仔日早起7点48分左右，有一台军方的小型的巴士，甲一台游览车呢，是伫咧国道1号落南43.8公里的所在来发生车祸，拢总有11个人受伤。初步调查，哪像就是这个军方的巴士无保持安全距离才造成的。国防部是表示讲，这架巴士是当咧执行运输的任务，今麦专案会交予警方来处理。军用巴士的车头弄甲烂糊糊，国道1号5股到油梅高架桥落南43.8公里发生严重的车祸，敢若是军用巴士无保持安全距离，弄到头前的游览车，佮扫到一台轿车甲货车，造成这个军用巴士顶悬包含驾驶11人受伤，现场虽启动大量伤患救护机制。军用巴士疑似为保持安全距离撞击前方5大客车，并向右闪避，导致行驶于右侧车道小客车紧急刹车，遭后方小货车撞击。事故发生的是军用巴士的驾驶掉伫车内底，消防人员甲伊救出来，骨头敢若有断去，目前状况稳定。因为车祸占用3个车道，造成后壁塌了2公里长。那桃园市消防局表示，因为受伤的人较侪，部分的人送去到部立的桃园病院，嘛赶紧请新北市消防局斗3共来载人。启用动的游览车是对台北要去到桃园机场的交通车，警方对游览车、轿车也有货车的驾驶做酒测，拢无食酒。军用的巴士是搁爱做酒测。
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小巴驾驶有受困的情形。目前患者已经顺利脱困，并将其送医前往治疗。针对这站车祸，国防部表示，这台军用巴士是执行人员在做运输任务的时阵发生车祸，受伤的人已经送病院治疗。那专案的责任会交予警方来处理，办后边的手续，嘛会继续强化部队行车安全的教育，也阁有防卫驾驶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高雄是有一个查甫人呢，骑乌多摆无拍方向灯，而且阁摇来嗨去，互警察甲抓落来，结果毋但是查到这个安徽他兵，伊的快胎嘛是毒品的阳性的反应。其实这个查甫人呢，这个月初才拄因为食毒塞车、食毒骑车，互人甲抓到，这已经是伊第3届犯啊。所以除了是开出183000多的红单以外，嘛互法院裁定羁押。大哥，你在前面有变换车道的时候，帮我打个方向灯哦。变换车道。19伫高雄高山的博爱路顶悬，48岁姓肖的查甫人，因为骑车偏来偏去，佮无拍方向灯，去互巡逻员警察落来查，想要到又佮是食毒骑车。你车上查获有毒品哈，那警方我跟你说，我们要对你实施毒品脱离快筛试剂，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好，跟你讲哈。这真的是标准的，不要侥幸。红掠到食毒骑车，姓肖的查甫人讲唔通伤可惜，因为警方佮进一步查出，伊这个月初2嘛，同款因为食毒骑车防撞到，去年4月嘛有一届，这回已经是第3届啊。高山分局也是依法开发，姓肖的查甫人也佮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男子驾车不依规定使用灯光及10年内再次毒驾之行为，均依规定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83600元罚款。为了阻止这款毒驾法物件发未改的风气，行政院已经修法，对7月开始，只要查到食毒骑车，头届就罚9万，汽车是罚12万，第2届以上大概拢爱查9万起哩，而且罚款的累计是无限制。另外，毒驾也是骑车会防吊销驾照，3年内未当考照，没入车辆。若是造成有人重伤死亡，1世人拢未当考照。未来公车乘客嘛爱连带受罚，也有预防性的吊照制度。唔望透过动法的做法，和毒驾的人未够有可惜心态，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无论有无肇事，只要毒驾的累犯，就终身不得再考照。食毒塞车就亲像无定时的炸弹，除了加重罚则，内政部18暗时也启动全国的食毒食酒塞车大执法，其中高雄伫咧51大零检点，拢总查到13件食毒塞车，也当场没入车辆。记者柯家做邱阳高雄场报道。最近看咱国内这食毒塞车甲食酒塞车的乱象是真侪，亲像昨伫新北市中和，就有驾驶互人查到，毋但是食毒，而且阁啉烧酒。原来伫咧10指呢，是有一个骑士骑车骑到一半停落来，这比如惯惯的，阁继续骑。警方已经通知伊到案说明，即马专案是会照公共危险罪甲伊送办。查甫人伫遐拍喷，警方提请趁这个事甲制服。虽望已经防克咧，又愿继续抵抗，甲警方激烈纠缠。原来伊毋但涉嫌毒驾，还有食酒。男子酒测值达0.46毫克，另唾液快筛结果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案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涉案的59岁姓尤的查甫，2暗时10点外，伫新北市中和中孝街，因为塞车弄红灯，互警方抓落来。不过涉嫌毒驾，还有酒驾，伊拒绝检验，家属要逃走，将基尾也是互逮捕。同一天较早8点外，新北市汐止嘛有骑乌多摆，伫樟树二路巷仔内临停，向摕起米露灌一大喙，又搁继续骑。不过警方接到报案到场，已经无看查甫人。目前已锁定驾驶人身份，并制发通知书通知到案说明。全案后续将朝向涉嫌公共危险侦办。无论毒驾还是酒驾，拢是道路安全无定时炸弹。今年简单前2个月，全台处理酒驾就8430件，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30%。面对食酒塞车乱象，安全驾驶监督联盟建议，对高风险的酒驾者会当传细胞感染示警。不管是酒测值低于0.25的违规，或者是含0.25以上的涉及公共危险罪，政府应该做警示型的细胞简讯。除了感染，安家明嘛主张，目前已经戒酒的人在犯率是明显降低，认为应该强化戒酒，多方式防止食酒塞车。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个，敢是伤大意的？这是一个家长呢上车了后，伊囡仔还搁伫咧后壁，人还袂爬上车的，家长就随甲这只车甲驶走啊，害这囡仔呢，互拖甲绊倒，而且搁险啊互搞着。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家长毋但是无驾照，而且搁有真侪项违规。除了甲开单以外，即马专案也通报社会处。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翕到头前的轿车驾驶上车了后，后壁囡仔要开车门，都还袂上车，驾驶就雄雄洗头。民众看到，赶紧大声喝休。囡仔跋倒了后，继续拖一段路，搁险险啊，互车链交过。好在在后壁无车，囡仔随互路边的民众扶插起来，驾驶防火停了后，无随离开。这个驾驶互民众喝休了后，才转来囡仔身躯边，把囡仔带去车顶，暗过煞弄红灯。这件代志伫咧宜兰发生的，互真侪亲目睭看到的民众拢害头。怎么样？这很夸张那个家长这样做不行的。是，我会让他们上车之后关了门，我找到我才去开车啦。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通知这个查某的驾驶，暗过伊煞无到案说明，随点开家庭访问，查到这个驾驶除了无驾照，佮涉及违规停车等等足侪项道路违规的行为，也若洗车甲囡仔拖，嘛涉及违反绩效法。非故意使儿童受伤的话，依刚刚所提49条第1项第12条规定，他会处6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细念的驾驶就讲，伊是去超商领货，无注意到查某孙仔无上车。是挑意过，警方就表示，这个驾驶的行为，若唔是故意，互囡仔受伤，依照绩效法，要是当罚6万块以上，60万以下罚金，而且会当公布名细，专案会通报社会处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几天呢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气象署是表示讲到拜三进前拢是好天烧热的，也毋过拜四开始，因为这风台米克拉是上晚近台湾，虽然讲伊袂直接安尼扫入来，也毋过这风台的外围环流呢受到这个影响，家人的北海岸、东部沿海也搁有恒春半岛是有可能会有大风影的，所以提醒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这几天的日头赤炎炎，气象署讲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拜一到拜三拢是烧热的好天，高温会有36度以上，敢若部分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在礼拜三以前来讲的话，都算是属于是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来讲的话，都是可以来到35、36度左右。然后在东半部地区，只是在32到34度这样的一个温度。然后在外岛地区的话，只是在30、31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哦。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像是在整个大台北地区以及中南部的近山区哦，还有花东纵谷这一带的话，都是容易会有36度、37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出现。但是拜四开始，受风台米克拉甲风面的影响，就会变天啊。气象署表示，各地落雨的几率会较悬，要等到礼拜才会转好。那礼拜四的时候，随着这个台风最接近是最近台湾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天气上来讲的话，都算是比较不稳定的一个情形。那包括像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跟宜兰地区的话，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虽然说台风逐渐的远离不过在这个锋面系统的话，还是在这个台湾的北部海面哦，所以在整个天气上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各地都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那只要到礼拜天之后的话，这个天气上才开始会有逐渐好转的一个状况哦。气象署预估，风台米克拉可能会伫拜二变作是强烈的风台，拜四会往台湾上近。不过离台湾要是有400-500公里远，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较低。不过受风台外围的环流影响，拜二到拜五，家人北海岸、东部沿海甲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大影，请民众特别注意。记者顾佑基林票凯台北报道。嘉义县的新港是国内这应采的重要产区，这产量是占全国的60%。顶一阵因为这天气烧热，所以应采的这量有较侪，价效也卖了真歹。所以公民呢来减少种植了后，煞无想到拄到连续几若天拢是落大雨的天气，结果今嘛这应采的价效1公斤已经起到125块。温室内底种的应采，叶仔顶面都有出现一寡冷气的状况。农民讲温室内底温度上高，应采较会有这款问题。像我的温室的话，它是没有流水口的，没有流最高，然后它水的话是没有办法排掉，所以你灌溉下去的话，它的盐分一样都是在那边循环，对，然后到天气热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农会表示，新港的应采除了客座以外，大部分拢是农会运销到果菜市场。进前天气热，应采生了紧，量侪价小歹，所以农民减少来种，结果一礼拜外的大雨，互菜价阁起来。
但是新港在地应采会当收成的量甲状况，煞无讲介理想。无这大水来的时阵，因的菜价都无最好啊，就是菜价没有那么稳定那么好。那又因为这次下大雨，这几天这样下来。栽损的部分，这些空心菜啊，菜炉也一定有影响。之前菜价便宜的时候，农民的话就是会种比较少，对啊，加上说你梅雨季来临的时候量少，然后梅雨又下来，然后菜又被超市买走，自然而然那个到货量就会比较少，所以价格整个就是像做6号地这样子往上飙上去。对，农民表示，应采成长差不多要半个月的时间。雨外应采若是拄着雨路上大，若生长会较慢，嘛较会有水伤的问题。温室的应采就是惊温度相关的冷气。温5月节到单，应采伫国菜市场的价销1公斤有100多块左右，但是因为天气较减静的原因，看到即马菜斤的价销嘛是正袂赴通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另外来看，这云林大溪蛤蟆的产量呢是占全台湾6成以上，也毋过最近是因为落大雨过了，连绵阁出日呛高温，所以即马一堆蛤蟆拢已经死翘翘，有的猪仔甚至是死甲剩无一成。但即马这养殖户是马口无目屎啊！位渔温仔高处粉桥无管大细了，多数拢已经死亡。养殖户真无奈，因为0608的大雨，未少渔温仔的堤花洪冲倒，大量雨水冲入，造成水质严度降低，大量粉桥就安尼死亡。雨水是侪，即摆咱咧家咱台蛤蟆是淡水海水，即摆是侪淡水甲咱冲掉，冲得伤正。降啊，特别无一度咱蛤蟆种的活会较多。有养殖户的粉桥死亡率达到9成，一公顷就损失150万。因为最近几年，当年黄酸雨季，大溪沿海粉桥就会连续出现大量死亡灾害，也有养殖户认为，除了气候变迁，云林地区养殖的粉桥灾，数十年来拢是真轻繁殖，所以先天的体质都无好。与外国引进新的品种来。来配合咱的品种，咱的水质，来重新产生新的文革苗。咱这养殖的才有发动更上一层楼。无定定安尼着，每一年的这个5月、6月、7月，这个梅雨季节，拢大量暴毙。除了水质严度降低，落雨了的好天气，也互渔温底土的温度得以升悬。硝酸阿莫尼亚等浓度提悬，一旦有粉桥死亡，细菌更较会脱色扩散，互损害扩大。可能在出太阳之后，这2天可能会请呼吁养殖渔民可能要去注意一下。如果说有延迟性灾害的部分，可能要赶快通报公所。云林县农业处表示，最近陆续接到各公所汇报，对延迟性养殖灾害有计2日启动疏洪会勘，各种结果登报农业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天气来看，中研院呢经过7档的研究甲观察，结果发现全台湾这综合温度呢，热指数超过36度的这比例，上悬的所在就是伫咧嘉义。也那台北因为这地形是盆地，烧气透袂出去，所以热指数是排第2名。5日做连假真大雨，真侪民众会去耍水来消热。气候变迁加重，和极端的高温慢慢变做正常化。中研院环境变迁中心团队伫全国架设20个及时的观测站，经过2016到2022年总共7年观测，发现综合温度热指数 WBGT 超过36度比例上悬的观测站头1名是嘉义，有14.3%观测带超过36度。尽量就让他们待在比较阴暗的地方。就是可能有阴影啊，或者是树下，无阿地的，爱加啉水，安尼较袂掉沙。中心副主任梁世存分析，嘉义可能因为北回归线通过日头直拍的关系，所以观测平均值上悬。随上 WBGT 同时考虑气温、相对湿度、日头的辐射抑有风速，时常会使代表人体生理所受热压力的指数。根据统计，嘉义县6月到即阵一共31件敢若热伤害上亿的案件。户外运动或工作的时候，应该适度的休息，并注意个身体的状况。如果身体觉得不舒服，应该及时到阴凉的地方休息，补充水分，并进行降温。如果有意识不清、高烧不退等状况，这时候应该马上就医。热中若无赶紧处理，可能会变做掉沙，甚至性命危险。也台北盆地因为盆地加上都市化原因，有12.8%观测带超过36度，排名第2。最近天气真热，气象署2日也对双北这14县市发布高温的警讯，其中台北38度极端高温出现机会，新北市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
整体的高温大概到周3都是还是蛮类似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深红色的区域，或是甚至大台北这边有一些偏紫色的地区，都还是比较高温的情形哦。包括花东纵谷这边，因为太平洋高压被影响，高温真热天气的到24。也那25到26受米克拉风台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甲宜兰地区会开始有局部落雨，提醒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欧洲嘛是同款的烤烧影，这法国呢是已经升到40度啊，全国有超过一半的所在是来发布红色高温的警戒。另外，伫这个美国的犹他州呢，是因为上热所以发生火烧山的灾情，到即嘛已经差不多烧掉1/3的台北市啊。6月21日，法国巴黎街仔头有大阵来参加年度音乐节的民众，迄天气温来到40度，全国49个省，等于是超过一半的国土拢发布红色高温警戒。虽然民众也是真享受音乐，不过嘛是有人袂堪得。J'ai la chance de pas avoir trop chaud chez moi. Du coup aujourd'hui je suis sortie que ce matin et tout l'après-midi je suis restée chez moi. 为着要凉一下，真侪民众跳入协和广场的海洋喷泉，也有少年人跳入圣马丁运河。法国这波热流是由撒哈拉沙漠向北下过欧洲西部的大又搁热的空气所引起的。为着避免民众严重脱水，1中昼开始，红色高温警戒区已经禁止伫公共场所饮酒，户外运动甲公共集会拢严格管控，甚至取消。埃菲尔铁塔等等景点已经设紧急降温甲喷水雾的设备。Und man muss natürlich aufpassen und möglichst im Schatten bleiben. Wir wandern, wir laufen hier draußen. 若是法国，包括西班牙、意大利甲德国，也拢当咧经历欧洲今年第2波热流。西班牙预测上高温会来到44度，会一直继续到6月24。官方甚至甲世界杯骹球赛的户外球迷观赛区关起来。Fatal. Meterse en buenos sitios refrigerados, con buena cervecita y agüita fresquita. Es horrible esto. La que no ha caído. Fatal. 若美国犹他州嘛，因为烧热、可汗甲透风引起火烧山，烧的面积已经要过9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1/3的台北市。当地尤里卡小镇1000个居民赶紧撤离。这场予人讲做是铁火的火烧山，目前也无任何受到控制的现象。公司新闻警官请编译。那政治界消息来看，立法院长韩国瑜是带团去访问美国，头一站是亚利桑那州，因为是会去考察这台积电的厂区。即卖外界是认为讲，美国有可能会借即届的机会，想要来了解国民党对无人机的立场，所以民进党团是呼吁立法院就要赶紧来审议特别条例。也毋过即卖煞放下这国民党呢是想要来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含朝野立委斗阵食饭，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去访问美国，头一站就到亚利桑那州考察在地台积电的厂区。也那这个时阵，拄好拄到行政院佮提出2100亿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外界就关心美方可能借这个机会了解国民党对无人机的立场。1.25兆是台湾跟美国共同讨论商量的一个结果，所以上一次啊。这个删除了这些预算，不但一定程度的伤害了台美关系，一定程度也伤害了中小企业的心啊。其实韩院长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啊，跟美方表达国民党的态度。那我想这个是建立台美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环。民进党团呼吁韩国瑜，得甲朝野的立委靠做伙，赶紧甲特别条例审议。不一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几天就讲，当咧认真思考国民党版本的无人机条例可能性。台中市长罗秀燕嘛表达支持，国民党台中的立委就表示，党中央加党团当咧密切沟通当中，非常积极，有自己在写相关的版本，最后都会纳进来一并讨论，真正花在刀口上，让无人机能够真正落实到发展，又能够被监督。根据了解，有一寡国民党的立委就认为，若甲特别条例比起来，更加瓦向推测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也是采购无人机规划纳入年度预算，强调安尼才当落实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是来指控这教育现场有行政霸凌。这工会是指出讲，现行的校事会议呢，总是先认定有罪，才去推论。有老师是互教育局扣奖金，而且搁爱写报告。因为台南市教育局是回应讲，这款有争议的个案会重新来启动调查，未来也会研议管教的准则。
教育现场佮爆出严重的行政霸凌争议，双手轻条条的这个老师，伊因为承担调查压力，半暝惊醒，身心受到真大的创伤。民间团体开记者会讲，这阵安尼状况真济，嘛有老师互教育局针对嫌辅导记录写伤简略，就用行政命令硬要处罚，甚至是爱老师要扣3当前的绩效奖金等状况。因希望通维护教权，真正袂使搁等。滥用权力推翻成绩考核委员会的决议，强行改核我的考绩。教育局假造了一个不存在的报告，那么在没有调查以及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施压校长将我记过1次，而且函送调查局2次。虽然投诉改做什么样子，不过台南市教师产业工会讲，现行的教师会议依然是有罪推论，在体制之下，若收到投诉，不管敢有依据，教育局会施压，卖逼老师写报告澄清，严重打击第一线教师的教学信心。在校事会议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法令的制定能够消失，学校跟家长跟老师这边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管道。不要什么事情一投诉就一定要进入校事会议。大量案件加做基层教税负担，民团指出，全国113年校案通报高达34万件，独台南就3万件。对驻台南市教育局回应，会持续和教育团体、家长团体等来严厉合法管教的具体行为准则。进到校园事件调查的案件也仅止7件，那进入考核案件的有40件。所以，我们整个案件的数量是已经在教育部修法之后有大幅的下降。我们为了就是我们避免我们小案大办。针对这争议个案，教育局回应会个重新启动调查和定数。教育工会和民间团队呼吁，台南市政府通开公听会，寻求法律手段停止校事会议运作，到底研究合法的管教策略，加合理的专业自主空间，幸福基层第一线的老师。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卫福部有来公布，去年台湾人10大死因，这当中呢，癌症已经是连续44档拢排伫个头名。去年这癌症死亡人数是有54000多人。卫福部是指出讲，114年10大死因的排名呢，甲113年其实是相像的。除了这癌症甲腰子病以外，其实这死亡率拢有降低的趋势，而且整体死亡率嘛有减0.6%。卫福部公布114年国人10大死因，10项死因拢甲113年相同，前3名分别是癌症、心脏病甲血癌，但是整体死亡率有降0.6%，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卫福部表示，癌症已经连续44年排伫10大死因的头名。去年的死亡人数计共有54838人，其中血癌、腰鞘癌和卵巢癌的标准化死亡率和113年相比嘛加较悬。没有一个好的一些筛检的工具，那适合来做筛检，所以我们也呼吁民众，如果有发现就是本身有这个，特别是有糖尿病的族群，那或者是慢性这个胰脏炎的一个这个族群的部分，如果有发现所谓的上背痛，那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腹痛，那建议及早就医来做发现。民众如果有发现自己就是有所谓的腹部的肿块，或者是恶心、呕吐等等情况，那也建议及早到妇产科这边去做一些就医。卫福部指出，10大死因内底，腰子病是慢性病，死亡率的变悬和高龄化有关系。为着量早预防，卫福部也提醒，政府自去年开始，补助成人健康检查服务的年龄范围已经降低到30岁，鼓励民众就要加使用。我们以前健保署的肾病的计划是先从洗肾嘛，那洗肾后我们就往前了，现在是从比较严重的可能会接近洗肾的部分的计划，再往前就是慢性肾病。那慢性肾脏病的部分，因为最近有相当多的新的药物已经出来了，我们会结合这些新药，让这些病人能够提早去使用，延缓它的整个恶化。另外，根据统计，10大癌症死因的顺位也无改变，血癌、肝癌和肠仔癌排伫前3名。若10大死因当中，行底路想袂开的，同款排伫第10名，死亡人数比去年较减。除了15岁到45岁青壮年自杀的趋势降低，65岁以上的老人自杀率嘛已经连续3年愈来愈低。卫福部表示，未来会继续增进身心健康的医疗服务，对预防开始，希望会使继续降低无共病症的死亡率。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
来看这台湾的牛奶呢，平均每一粒是要98块，这是全世界上介贵的。有专家是表示讲，这是因为咱台湾这气候的关系，所以生产牛奶呢成本本地就有较悬啊，而且佮经过这中盘，所以价小才一定一定安尼塌起哩。今日超市未少家庭逐礼拜拢会买牛奶补足所需要营养，也毋过各个小卖市场却因为条件无共出现真大价差。根据全球资料库数据，台湾牛奶的价小每公升3.09美金是全球上贵的国家，其次是香港3.01美金，甲新加坡2.97美金，数落来才是古巴甲以色列。类似状况，消费者也有感觉。当然会稍微比价一下啦，尤其我小孙子才3岁，他超爱喝鲜奶，可是他们都是去好事多买，就是因为所得的关系，对，那相对于国外的物价，当然会觉得比较贵。数据网站分析指出，牛奶价小受到本地农业生产能力、对进口的挖矿程度、运输成本、政府补贴政策、甲汇率变动等多项因素影响。价小悬的地区多数因为条件受限、本地产量有限，爱挖矿进口。另外，国内生产状况，专家是点出，首先是生产成本真悬，因为台湾亚热带环境气候会造成荷兰种的牛生产效能怕折。其次是牛的牧草饲料，有瓦3%拢是靠进口，也有搬上谈价差的问题。那在台湾，原料奶的收购价格跟末端鲜奶的售价之间的关系是1:3，这中间的价差是我们国内的农品厂跟通路，他们得加上去的这个层数是远大于美国或者是澳洲。事实上，早伫2016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也捌点出，台湾饲奶收买价每公升22到30块，小卖价达到80至90块一期，中间的价差无合理。农业协会表示，目前国内酪农努力伫缩减成本，饲奶收买价也有得来调整，尾段小卖价少，敢是会当得来调整？也毋望相关主管机关协助监督，更较会当符合市场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起7点外时，台中市东区进化路一间国小呢，有囡仔咧摒扫，煞互这虎头蜂甲叮着伤，加在送病院治疗了后，人已经平安啊。这校方表示讲，已经报请农业局派人来甲这个蜂仔收甲处理好掉。毋过，煞有家长是认为讲，这学校平常时拢有咧清理环境，煞颠倒拢无人发现有这个蜂仔收，也让校方是回应讲，会彻底来检查。冷气的室外机下骹一个蜂箱亲像排球遮尔大，台中市东区进化路一间国小，有人去虎头蜂叮到，一个10岁查甫囡仔伫咧早起咧扫涂骹的时去虎头蜂叮到伤，马上送去病院治疗。头部跟手有肿胀的情形，那这样就是有老师陪同，然后送到中国附医这样就医。查甫囡仔受伤的所在，大部分拢是伫咧手也个头。送病院了后，人是无要紧，已经转去学校上课。校方表示，平常时拢有注意学校的环境，因为蜂收的所在，拄好伫咧冷气室外机下底的死角，无法度即时发现。那个蜂窝的状况，它是在那个冷气机的下方。那其实你要发现，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在尤其是在阳台的部分。为什么学校没有去就是注意到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说学校应该要加强这部分的安全。台中市农业局接到报案了后，派人去甲蜂收办落来。学者讲，即个伤人的品种是台湾都市也个近郊接会出现的三节啦。目前当是因生团的时阵，所以定定会看到。基本上它是在春天的时候出来，蜂后会出来筑巢。好，我们常常发现是在4月底。4月中下旬左右，这颗球会继续，如果你没摘除，会继续发展下去，到秋末的时候就是全盛时期，可能好几千只甚至上万只。学者讲，台湾常常看到的虎头蜂有8个品种，甲乌龟啊，抑个大头蜂比起来，三节啊攻击的力头是较细，也毋过若是无细力去真侪只攻击，或者是体质较敏感的民众，嘛是有可能分去甚至无命。提醒民众若去发现到蜂，千万毋好去甲因交了。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动保团体最近是发现有人伫咧网络呢，以一只1万块的价小咧卖这个台湾猴。动保志工是假做这民众去甲接触，向这个性感的嫌犯呢，约讲买来甲买。结果过程当中，嫌犯那像发觉是互人怪去啊，所以随赛车想要逃走，尾啊，互这个警方甲动保团体60公里外，才总算抓到这个嫌犯。
大大蕊的目睭看起来模样真古锥，这只高山就是予细感的嫌犯放伫网络拍卖的商品。趁嫌犯等红灯赶紧冲去头前，大声喊车顶的人落车，才顺利抓到人。新德县动保团体进前发现，有人以一只1万块的价值，伫网络顶面卖台湾高山随假影买约见面，也通知警方到现场抓人。协会的志工上网去得知这个事情，然后来告知我们那个议员的服务处这边对方开价一支就是1万块钱。那后来经由三民派出所这边围捕都有顺利的就把它围捕下来。相关单位指出，虽然台湾高山伫2019年已经改做一般类的野生动物，不过同款袂当掠，也袂当饲，更加袂当买卖。没有经过许可饲养野生动物，将触犯野生动物保育法以及动保法。在这边呼吁民众切勿任意饲养野生动物。台湾猕猴这类的野生动物，潜藏人畜共通传染病的风险。农业处表示，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民众私底下买卖台湾高山相关会罚30万。目前专案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再来看这个山低调的限制呢，其实伊是无差别来伤害动物的。动保团体是表示讲，这山低调，毋若是会掠到龙洞猫仔甲狗仔，甚至若准无细腻，佫会去掠到台湾乌熊，也是讲石虎等等的野生动物。所以伊是希望这政府会当来修野生动物保护法。但是我再加1公斤，现在2公斤，它还是启动了。一条降速熊熊索案，加大执限制的动物白条条，一只动物如要逃走，降速就速入案，常常造成动物断脚断手。动保团体现场示范，新型山地条对野生动物的危害。动保团体拜一伫立法院开记者会，讲山地条无差别伤害动物，对野生动物甲龙洞鸟狗拢会造成危害，要求全面禁止。31只9死，居然还要再发放鼓励。来抓这些黑熊，再来石虎剩下500只，已经20只死了13伤。我们的农业部长在114年，其实他就在立法院承诺过，1年之内要禁止山猪钓，现在都已经几年了。农业部长是这样子的。把这个动物保护政策当儿戏。动保团体指出，2020年统计到今，山地条害31只台湾乌熊着含者，其中有9只死亡。若2023年到今，也有害到9只石虎，其中有8只死亡，显示山地条对野生动物的危害是真严重。动保团体表示，目前山地条的规范无够严格，主张着修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禁止这类含者。我们呼吁就是立法院希望他们可以快点去修法，去禁止掉这个山猪钓。动保团体表示，这摆记者会是为着6月27拜六伫凯达格兰大道举办的集会活动暖身，希望解套选好友森林，要求政府全面禁止山地钓，而且进一步立法规范相关含者，保护动物的安全。记者郭正勇志工台北报道。世界带路街来看，这真侪人是真兴古装剧，所以去到中国咧佚佗的时，就会特别来安排穿古装来翕相。对于这服装造型一直到摄影，即卖伫中国也已经做出一条真有经济价值的产业链。无论是翕落热天，也是落大雪的寒人，便若到假日的紫禁城，拢亲像安尼，游客是一大堆。目睭一个看去，人群内面有袂少人穿古装的衫。有的是摕手机啊，家己翕；有的是由专门的摄影师陪咧家翕。一方面留下到遮佚佗的纪念，顺续想象家己是伫咧某一个历史画面，也是宫廷斗争的剧情当中某一个角色。可能是因为古装剧看多了吧，像什么《甄嬛传》啊、《延禧攻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是有受电视剧的影响吧。民国进前以北京才做首都的年代，主要就是明朝甲清朝，所以北京当地这款各种旅游的行程，服装方面就以明清两代为主。前段时间是格格比较火，但穿的很多了，其实街上都是格格不入。我想特别一点，我是穿名字的。现在名字比较多了，但大家现在又有点想穿那小唐风了。小唐风是比较凉快一点嘛，可能夏天在小唐风的比较多一点。当然，兴致破潮流的唔那北京，
捌是各个租界所在地的上海，以十里洋场的风景，加上复古的西装，也是民国初年的旗袍，吸引袂少外国游客。嘛捌是古都的西安洛阳，伫建筑风格、时代背景甲服装的方面，嘛拢虽然有伊的特色。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去到一个文化圈，我们想要去尝试他们的，或者了解他们的这么一个文化，那最基础的，那一种是饮食，第二种就是服装。美联社报道指出，像陈小姐安尼的化妆师，当着旅游的大月，逐工对透早6点就爱开工，一工爱服务超过20个客户。若是干那化妆，每一个客户所需要的时间是50分。若是佮加上洗头的设计，就爱开1点半钟。当然，化妆甲造型只是规个产业链的一个小部分，包括做服装甲专业染发师的对合。依照服务内容计算计数，平均就爱代票1400块，较贵的就爱超过4000到5000。如果若佮加上到高级的餐厅，有同款请高中的服务员烹菜甲服务，这开销就爱佮较悬咯。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泰国甲缅甸的这个边境有一条死亡铁路，原底这沿路是有一个年德车站，后来是因为起水坝，所以规个船安尼淹去。但即摆因为这个水坝当咧维修，所以船阁互人看到这个车站。泰国西部北壁府一片看到青冷冷的冰原，其实下底藏一座消失的火车头——尼特车头。伊捌是二战的时阵，日军伫咧收泰国甲缅甸铁路顶头物资调度的所在，战后就启用废弃啊。1984年，佮因为在地起水坝了后，一直密入去水底。最近因为水坝进行短期维修，这座消失的车头才浮起来水面。研究人员用金属扫描器，可以当挖到已经凹甲真严重的材料。Well, I've been to Nite Station 3 times in the past, but the water level's always been too high to actually really appreciate the fantastic offerings that it has. 尼特车头景色虽望真好，毋过嘛阁压出泰国甲缅甸铁路，去有人叫做死亡铁路的历史。300 miles, the railway was driven straight across country, through jungle, through rock, and over rivers. Those who built it worked over 18 hours a day, mostly with their bare hands, with less than the minimum of food, and without medical aid. 日军迄时停掉足侪包括花下在内的东南亚劳工，还佫有真侪国家的俘虏，伫咧欠缺工具的状况，强迫因用双手袄搬喙齿的石头，逐工曝日压雨，一工做18点钟。若是小可莫非，就会去互日军用刀啊，还是皮鞭一直甲拍。估计互英泰致死的人有超过10万人。离尼特车头无远的地下火通道，是规个死亡铁路当中上歹学、死伤上惨的一段。As time passes, places like the Hellfire Pass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They keep personal stories alive and help future generations understand the cost of war. 这条死亡铁路目前敢若剩泰国的部分路段还搁咧营运，为消失的尼特车头到地下火通道，这位置拢是咧提醒即卖人伫咧参观的时阵，就要会记这战争的教训，唔通互历史搁再重演。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要来下晡晡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台湾各地还阁有平烏、金門、馬祖，大多數是好天到濟雲，而且高溫燒熱，會到時伫山區會有連山地漸雷陣雨。这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